你有没有想过，每天吃进嘴里的食物，可能正在悄悄地影响着您的血糖健康？这些起来或许让人感到意外，甚至有些担心。说到米饭，这可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主食了，温暖、简单，几乎每餐都会出现在餐桌上。但您知道吗？大部分人处理和食用米饭的方式，其实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损害着健康。这个问题在60岁之后更是不容忽视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很开心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见面。我想先跟大家说明，今天这支影片绝对不是要散播恐慌或焦虑，恰恰相反，我想带给大家的是希望是重新掌握健康的方法，更是具体可行的实用建议。真的有一些非常简单、经过实际验证的方式，可以彻底改变米饭对身体的影响。没错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米饭从一个潜在的血糖杀手，转变成能够调理肠道、平稳血糖、增强体力的营养食物。更令人欣慰的是，这些方法完全不需要花大钱购买昂贵的器材，也不用吃任何特殊的保健品或药物。您只需要在日常煮饭的过程中做几个简单的小调整就行了。我在老年医学和健康照护这个领域已经耕耘了很长一段时间。这些年来，我看到太多的长辈朋友们，即使按时吃药，听从医生的指示，却还是被高血糖减不下来的体重，还有各种肠胃不适所困扰。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和思考，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，就是我们往往会忽略那些最简单、最基本的事情，譬如说，我们每天都在做的煮饭这件事，从洗米、泡米、煮饭到保存，这些看似平常的小细节，其实都可能深深影响着我们的健康。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5个关于米饭的实用小技巧，这些方法都经过科学验证，能够明显改善您的健康状况，特别是在血糖控制和消化功能这2方面。这些技巧不但简单好学，而且都有科学研究做后盾。最棒的是，它们可以轻松融入您现在的饮食习惯中，不会造成任何负担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：米饭是不是您或您家人每天必吃的主食呢？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吃完饭之后觉得肚子胀胀的，或者整个人变得很累，然后就觉得这该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。如果您也有类似的感受，非常欢迎您在底下留言区跟我分享您的经验，也请您分享自己的故事。如果您想要得到更多这种实用又有帮助的健康资讯，欢迎您按下订阅钮，加入我们的银发健康大家庭。在这个大家庭里，我们会持续分享最新、最实用的健康知识，帮助每一位长辈朋友过得更健康、更快乐。现在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个重要的米饭处理技巧。这个方法只需要您多花一点时间，就能从根本改变身体吸收营养的方式。这个方法既简单又有效。那就是在煮饭之前先把米泡一泡，对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只要改变一下我们习以为常的煮饭习惯，用一杯米饭就能巧妙地改变身体的反应。我知道您现在可能在想什么，您可能会说，
我煮了一辈子的饭，从来没出过问题啊。既然没问题，为什么要改变呢？但是请听我说，这里面有一个您可能不知道的重要事实，没有泡过的米饭，实际上可能会阻碍身体吸收那些年纪大了之后最需要的营养素。让我仔细说明一下，米饭里面含有一种叫做植酸的成分，不管是糙米还是白米都有，主要存在于米粒的外层。植酸本身是天然物质，从化学成分来看并不是什么毒素，但问题是当它进入我们的消化道之后，就会像小偷一样，紧紧抓住一些重要的矿物质，像是铁、锌、钙等等，让我们的身体没办法好好吸收这些营养。对年长的朋友来说，这个问题特别严重，因为很多长辈本来就可能面临免疫力下降、容易疲倦，或是骨质流失的状况。如果连食物中的营养都吸收不好，那就更雪上加霜了。不过好消息来了，真的是个好消息。想要降低米饭中的植酸含量，让身体能够吸收到更多宝贵的营养素，方法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在煮饭之前把米泡一泡。这个做法一点都不新鲜，我们的长辈早就这么做了。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。除了能降低植酸之外，泡米还有另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让米饭变得更好消化。这些年来，很多长辈朋友跟我反映，吃完饭之后会胀气、肚子不舒服，或是觉得吃太饱、胃很沉重。但很神奇的是，当他们开始泡米之后，这些问题都明显改善了，吃饭变得更轻松，消化更顺畅，整个人也舒服多了。那到底要怎么做才对呢？让我告诉您正确的步骤。首先，用冷水把米彻底洗干净，把表面的灰尘杂质都冲掉，然后在开始煮饭之前，用温水把米完全泡起来，泡30到60分钟。这个过程能让米粒吸饱水分，变得更软，同时也能分解那些不好消化的物质。就算您真的很赶时间，泡个30分钟也会有明显的效果。但要特别注意一点，千万不要泡太久，尤其是在比较热的天气，米饭泡超过3小时可能会滋生细菌，反而会坏掉。我记得有位72岁的女士，她一直很活跃，但胃一直都比较敏感。在我建议下，她开始泡米才几个星期，她饭后的不舒服就几乎完全消失了。她很开心地跟我说，这对她来说简直是个小奇迹。您看，这真的是很小的改变，只需要水、时间和一点用心，不用吃药，也不用买任何设备，但带来的好处却是实实在在的，包括饭后精神偏好、消化改善、营养吸收提升。我建议您试试看。如果您已经在这样做了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经验。如果还没试过，也请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让您还没开始。如果您觉得泡米已经够简单了，那请准备好，接下来您会听到更惊人的发现。光是1茶匙的醋，就可能对血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第2个技巧，这是最让人意外也最有效的方法之一，那就是在煮饭的时候加一点醋。对，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，米饭加醋不会破坏味道吗？这可能是您马上想到的问题，但请听，
我说完，因为科学研究证明，只要1汤匙合适的醋，就能对血糖、消化，甚至饭后的精神状态产生很大的正面影响。让我解释一下背后的原理。醋里面含有一种叫做乙酸的物质，特别是天然酿造的苹果醋含量最丰富。这个小小的化学物质功能很强大，它主要是透过减缓身体分解碳水化合物和吸收糖分的速度，来防止血糖在吃完饭之后快速飙高。对我们6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，因为随着年纪增长，身体确实越来越容易受到血糖波动的影响，调节能力也在慢慢偏弱。而且，如果您正在控制第2型糖尿病，或是已经被诊断为糖尿病前期，在米饭中加醋这个小动作，可能真的会成为血糖管理的重要转捩点。让我举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研究。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显示，煮饭时加醋可以把米饭的升糖指数降低31%，这是个很惊人的数字，表示身体可以从原本会让血糖快速上升的状态，转变成更平稳、更健康的血糖反应。让我分享一个真实案例。有位60多岁的先生，他处于糖尿病前期，常常觉得烦躁，而且很讨厌吃完饭就想睡觉的感觉。在我建议下，他煮饭时开始加1汤匙天然发酵醋，结果他很快就感觉到改善，整个人变得更有活力，思绪更清楚，对健康也更有掌控感。更棒的是，几个月后，他的空腹血糖稳定下来了。那要怎么做呢？真的很简单，您只要在电锅或锅子的水里加1汤匙天然发酵醋就好了。建议用苹果醋，就这样。我保证米饭不会偏酸。事实上，很多人说加了醋之后，米饭尝起来反而更清爽、更干净。但要注意一点，一定要用天然发酵的醋，不要用人工合成或加了香料的醋。人工醋不但没有相同效果，还可能让敏感的胃不舒服。另外，如果这是您第一次试，或是胃比较敏感，建议从半汤匙开始，看看身体的反应。虽然这个方法听起来很简单，但长期下来效果很明显。最棒的是什么？它不是药，不是限制，只是给身体一点小帮助。让我们继续看下一个同样令人惊讶的发现：燕麦跟米饭以适当比例混合时，如何改善血糖和心脏健康？请记住这个技巧。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妙招，就是在米饭里加一点燕麦。讲到燕麦，您应该已经知道它对消化、胆固醇和心脏都很好。但有趣的是，少量燕麦跟米饭混在一起，可以大大提升身体处理糖分的能力，甚至慢慢清理血管。让我说明一下，燕麦含有一种特殊的纤维，叫做贝塔葡聚糖。这种可溶性纤维进入消化道后，会形成一种胶状物质，可以减缓糖分进入血液的速度，同时帮助降低坏胆固醇，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。对6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这是双重好处，既能防止饭后血糖飙高，又能保护心脏和血管不被胆固醇堵塞。但关键是，您不需要加很多，只要在煮好的米饭中加1小茶匙燕麦片就够了，混合均匀。
让它静置几分钟，让燕麦片软，这是个温和的增强方式。但长期累积下来的效果是真实的。为什么不能加更多？虽然燕麦很健康，但一次吃太多，特别是对长辈来说，可能会造成胀气、腹胀或沉重感。关键是温和平衡，每天少量摄取能给身体适量的可溶性纤维，帮助控制胆固醇，促进消化，维持稳定的能量。这个小调整帮助了很多人。我记得有位70多岁的女士在治疗早期糖尿病和高胆固醇时用了这个方法。她每天在米饭中加1茶匙燕麦，3个月后，她的检验结果改善了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她觉得更好了，更轻盈、更清楚、更有信心。再次提醒，如果你有肾脏问题，在增加纤维或全谷物摄取前，请先咨询医师。每个人的身体都不同。在提升了米饭管理糖分和胆固醇的能力后，让我们看看一种用了好几代的金色香料。它可能是完全天然的方法来提升胰岛素敏感性。接下来是一小撮有巨大疗愈力的金色香料。姜黄，姜黄你应该很熟悉，常用在咖喱和茶里。但您知道吗？在米饭中加少量姜黄时，既上可以改善身体使用胰岛素的能力，甚至降低全身发炎。姜黄素是姜黄的主要成分，长期以来因为抗发炎和抗氧化特性被研究。但最有趣的发现之一，就是姜黄素如何增强胰岛素敏感性，就像把钝的钥匙磨利，让它重新能开锁一样。它让身体能更有效地使用胰岛素。随着年纪增长，我们很多人会出现胰岛素阻抗，也就是身体不再对胰岛素有效反应。这个会导致高血糖、疲劳、体重增加，有时还会有更严重的并发症。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发现，长期规律使用姜黄素可以减少23%的胰岛素阻抗，这跟某些中等强度的糖尿病药物相当，而且只要一小撮就够了。有位60多岁的女士在咨询医师后，多年来治疗第2型糖尿病时决定试试看。她每天在温热米饭中加1小茶匙姜黄粉，没做其他饮食改变。几个月后，她的血糖稳定了，让她能减少药物剂量。她的笑容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在家做很简单，只要在煮好的热米饭上撒1-2小撮纯姜黄粉，轻轻搅拌，就这样味道跟白饭融合得很好。温热有助于释放天然油脂和香气，特别是如果您不习惯这个味道，请从少量开始，随着时间慢慢增加，但要小心不要用咖喱粉代替纯姜黄粉。咖喱粉虽然含姜黄，但也有盐渍其他香料，不会有相同效果。过量可能造成胃部不适。另外，为了安全，如果您有胆囊问题或正在服药，在定期使用姜黄前，请先咨询医师。这是个小但有活力的习惯，效果微妙但强大。它让您接触到几世纪的自然疗愈智慧。准备好，更惊人的是，当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建议时，一种不用任何添加物就能获得更深远肠道健康益处的技术，全在于您如何冷却和重新加热米饭。最令人惊讶但非常成功的米饭习惯之一，
就是让米饭冷却再重新加热。没错，没有特殊成分，不是补充剂，煮好后，只要让米饭冷却，然后在吃之前稍微重新加热，确实很简单。但背后的科学简直惊人，这就是发生的事。当米饭煮好后冷却时，米饭中的淀粉石迹上会改变，它转变成一种叫做抗性淀粉的物质，跟快速分解转化为血糖的普通淀粉不同。抗性淀粉很难消化，它不在小肠消化，而是进入大肠，在那里被肠道有益细菌分解，这表示免疫力改善，发炎减少，消化更容易，就像给胃部做了一次温和的内部疗愈按摩。但还不止这些，抗性淀粉还促进规律排便，减少血糖饭后上升，甚至增强身体对胰岛素的利用。这个调整对银发族有显著正面影响，特别是正在控制血糖、消化问题或便秘的人。我以前跟一位70多岁的男士合作，他多年来受大肠激躁症和便秘所苦，药物有些缓解，但没什么真正安慰。在准备好米饭后，他开始让它冷却，然后用餐时重新加热。几周内，他的消化大幅改变，最后他感到放松、更轻盈、更正常。那要怎么做？米饭煮好后，打开盖子，让它在室温下静置30到60分钟，之后您可以马上吃，或更好的是放冰箱保存，隔天慢慢重新加热，只要重新加热到热就好，避免过度烹煮或在室温下放太久。米饭放外面太久时，细菌可能滋生，特别是在较温暖的气候，所以如果不马上吃，请尽快放冰箱，并在1-2天内吃完。这个看似简单的修改带来的好处是深远的，改善血糖调节，更好的肠道健康，还有许多长辈渴望的内在平衡感。想想看，只需一点准备和耐心，米饭可能成为您餐盘上最健康的食物之一。在讨论完这5个温和但有效的米饭习惯后，让我们暂停思考，把所有事情放在正确视角。因为虽然这些建议单独看都很小，但它们的总和才是真正改变健康的关键。这5种米饭习惯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，但它们有重大影响。一粒一粒，一餐一餐，在重新加热前，泡米饭，加点醋，搅入燕麦，撒上姜黄，让它冷却。每个阶段都促进消化、血糖和长期活力。事实是，任何时候都可以改变，不需要一次完成所有事，从一个开始，选最舒适的那个，看身体如何反应。最大的改变通常是小行动的结果。我见过很多长辈透过这些技巧，感觉更好，移动更轻松，重新掌控饮食和健康。您也值得。如果这支影片有帮助或给您新想法，请按赞，这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。如果您想继续这个旅程，可以点订阅，加入银发医师家族。我们在这里提供实用、基于科学、对您有效的建议。这些米饭习惯有让您惊讶的吗？或您已经试过了吗？请告诉我。欢迎留言分享您的想法，我会在未来影片中见到您。好好照顾自己，您做得到。